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13，诗篇56篇，实在安尼讲：我靠上帝，我要称赞伊应允的话。我靠上主，我要学习伊的话。三角来祈祷，互阮通倚靠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看顾阮、保护阮、拯救阮的上帝。主啊！你要用威严、秉公义来应阮。你是地极甲海面远远的人，拢总所倚靠的。你彰显你的权能，用气力，互山岭安稳徛在。主啊！求你会记得对你仆人的应允，因为你互阮有盼望。主啊！阮会记得你古早以来的规例，对这个得到安慰。主啊！求你将遵守你命令的道路指示阮，互阮知安怎彻底遵守。主啊！阮倚靠你，阮要称赞你应允的话。上主啊！阮倚靠你，阮要学习你的话，阮要尊你最大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